看243首，真平安，这是华语的哈。在主里面，神赐给我们平安啊，他所赐的平安是这个世界不能给的，但我们在神里面哈是满有平安与喜乐。好，我们用这首歌一起来唱哈。真平安，主今赐给我。真平安是世界不能给，真平安是世界不能真明白，真平安在我心，真平安主今赐给我。真实听哦，咱这换台语的哈，真实听，真实听主答赐予我，真实听是世界不能给，真实听是世界袂话真明白，真实听伫我心，真实听主答赐予我。华语真喜乐，真喜乐主今赐给我，真喜乐是世界不能给，真喜乐是世界不能真明白，真喜乐在我心，真喜乐主今赐给我。咱这位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你将喜乐放伫阮的生命的中间，互阮真实明白，你是赏赐平安甲真实听的上帝。愿上帝你搁一摆引带阮，互阮来到伫你面前，互阮明白上帝你赏赐真实的平安，要赏赐互阮伫世间的年日，继续为主你来做美好的征战。愿上帝你赏赐阮伫圣神的感动的内底，也互阮真实领受到智慧的心。当阮将下面的时间献上阮的恳求，愿上帝你赏赐阮智慧甲开力。愿你听阮的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们。大家平安吼！来，咱这回来看，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继续看圣经里面的什么是代祷。圣经里面旧约圣经提到的一个重要的圣经人物，也就是摩西啦吼。咱今日这回来看这个创世纪的第32章，好，第32章。创世纪的32章32章是特别提到这个百姓拜偶像，特别就是拜金牛犊啦吼。他们自己造这个金牛犊来献祭。那为什么会献祭呢？我们今天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来看摩西他怎么为百姓以色列百姓所犯的错，然后来向主献上祈求的祷告。好，来，小丁论哈，来，我们刚开始哈，我们一起来翻开圣经出埃及记第32章。好，32章。好，出埃及记第32章。好，我们一起来看出埃及记32章哈，第1节，我们要一起看到35节哈。那第1节，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
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嘿，你的版本看我无讲吗？”雅各人就行入亚伦吧。出埃及记呢？不是创世纪哦。我听创世纪。我无讲创世，我讲出埃及记。嘿，32章吼，对嘛吼？百姓见摩西，对嘛吼？好。嘛紧，这现唔对，拢正常。最近比较多人都有感冒大家留意一下。好，来，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亚伦对他们说：“那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都摘下他们的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的神。”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好，我们先看到这里哈。我们从这里看到了几个，你们看到，你觉得以色列百姓犯了几个错误？来，针对圣经站哈，针对圣经。我圣经吼，嘿，头一摆啊，我读到这时，我有一段我就想袂晓。是。以色列人叫亚伦哦，讲对。亚伦讲你要做一项，迄个牛对不对？对。牛犊哦，做一条金牛嘛吼，是安怎亚伦？伊也答应。跟摩西跟上着这个观念，伊较会答应这百姓吼，要甲做这条。我较想无，亚伦到底是？我头先出一届，我谈过这事，我同理解。我被胁迫。对，我嘛有这个感觉，因为人多嘛，对不对？然后约书亚跟摩西他们都上山嘛，身不由己的感觉。可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哦。第一个，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哦，咱来知影摩西伊去哩是40日哦，啊，这40日因会感觉讲，啊这个摩西唔知走去倒位啊，有一点久，对他们来讲，那个安全感。所以你看因为他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情，有可能想讲啊，干嘛死去啊？嘛是有可能啊，所以开始讲遭了什么事情哦。阿伦呢，第2节伊就讲对因讲哦，恁去摘下恁的妻儿我感觉亚伦有一个问题就是啥呢？伊面对迄个人所予伊压力、要求的时阵，伊唔知影爱敲找上帝啦。伊是为着要符合人的需要，所以就安怎来好啊？无恁要爱我，会当看要安怎来处理但是我感觉伊心中还有小可有上帝啦。为什么？因为对，因为那时候人闹纷乱。但是今天我们要看这段圣经节，其实在之前的圣经节，我们知道亚伦他已经被命定做什么？做啥？祭司啊，对嘛？所以你要注意伊是祭司，但是伊所做的代志，却是跟祭司无啥相款的行动哦。第一，咱来做伙来看。第一是啥？因看到这人民，他们凭着眼见，对不对？因为他看不到摩西嘛，所以他要求他说：“你到底是要安怎？啊，即马你来为阮做一个神像哦。第1节有讲嘛，为我们做神像，引我们传万嘛，对不？所以代表讲这人民以色列百姓，他们没有目标，他们忘记了那位上帝，所以他们想要造一个神像。不是
哦，亚伦哦，对，亚伦我嘛感觉伊是惊人，无惊上帝。对。对。所以伊的罪真重是安怎？伊个用这的人，将因的物件讲来收的吼，甲恁这某啊后生囝的这金环吼摕来，然后咱来做一个牛犊，哇，这是何等大的罪哦！好，所以咱对这咱看出讲，其实百姓行事他们只是凭眼见的，好啊，但是他们不是凭着信心。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节，在哥林多后书第5章。好，哥林多后书第5章，其实他提到的这一段话哈，保罗他特别有提到这一段话，也就是我们人要留意的地方了。好，我们事实上我们在世上我们都会咱也在意，我们会在意世上人所造的、人所需要的。好，但是哥林多后书我们看第5章，他特别提到天上的房屋。好，我们要建造是属天的、属灵的房屋。哈，它里面讲到什么？他说，我们从第1节看到第10节。哈，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从肉体对不？好还是你所以来在触体也好哈。若拆毁了，必得上帝怎样所造，不是人手所造的，在天上永存的房屋了。这开始要紧嘛，对不？好，第2节，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了，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咱人那敢若在意咱很世间上的这个装他，对不？躯体也好，还是你所想象的到的装他，这个物件其实拢像个赤身裸体同款啦。好，但是咱若是有法度通去争取，去得到迄个天顶的这个，那像个天顶的躯体，好，有的人为着世间的利益真正无用走总安尼真艰苦。好，但是伊这样咧讲起讲，我们只要有那个天上的房屋，就好像穿上了衣服一样，穿上了被遇见了，好，也不会好像赤身肉体一样，什么都没有。好，那第4节，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一样。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上帝，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好，第6节，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眼见。这句话很重要啊！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眼见。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了。好，所以第9节，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怎么样受报？有无？你也看到第6节之后这段，你也愈来愈清楚。好，咱爱徛伫信心的角度来看啥？来看这个世界，对不？但是咱倒转来看，咱今日所看的圣经在出埃及记内第32章，这百姓因是看到啥？因是看无到摩西啦，所以伊嘛认为嘛无看袂到上帝啦，对不？所以人若伫这世间上，你若为着一项代志，你感觉讲哇，我无这物件，哇，真正足艰苦，安尼有当时咱的信心是真软正，好，所以咱对这咱看到讲圣神，上帝赏赐这个圣神，互咱做一个凭据，爱互咱知影讲咱是会当永远踮伫主的内底，注意哦。基督徒袂因为讲我今仔日因为拄着一个灾，还是因为拄着一个艰苦，会感觉我真空虚，我觉得好像很无助。不会，基督徒反而是在困难当中会知道上帝与我们同在，好，甚至圣灵与我们在一起的那个主与我们同在的感受。好，所以这段圣经节祝福大家，也期待我们能够学习像保罗所说的要无论住在身内
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好，咱所做的代志要有信心，徛伫信心来做代志。好，唔通失志。好，我们继续看下去第4节哈，他讲到一个东西哈，你们觉得第4节哈，亚伦他从他们手里接过来怎么样？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好，他们就说：哦，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们出什么？出埃及地的神。他们把自己造出来的这个牛犊，把它当做什么？这就是传出来的兄弟，人做出来的，然后讲迄就是伊的神。所以今天我做相信讲，我一直想不通这一句，为什么？因为不是，就是说明明是神带他们对出埃及，为什么到这个地方他们会这样子做，对不对？对啊，所以我觉得说，人他宁可去凭眼见嘛，他是凭着眼见来判断事情，所以从一开始他们看见有没有百姓见摩西迟延未下山，有没有发现见嘛，眼睛所见嘛，对不对？伊看不到摩西，等他像啥？等他像讲做一个譬如吼，今日若牧师吼出去吼，若要募款有无？啊，若出去募款3-4个月拢无离教会吼，啊，咱敢会安怎？咱讲啊，牧师啊，拢离外口，拢无咧顾教会代志吼，咱就啥啦？咱就类似这百姓相款，还了解我意思吧？就是说，我们的信心是凭眼见的，而不是凭信心行事的。好，这才是这一段圣经节在提起的。好，所以呢，第4节里面，你觉得犯下了这个亵渎神的罪，他们是犯了什么罪？在10诫里面犯了什么罪？这个时阵10诫这种10诫已经出来哦，对吧？好，所以第一个、第二个。其实是第2个啦。好，除了我以外，你唔通安怎？应该是雕刻偶像啊，对不？好，第2条啦。好，第1条是除了我以外，唔有别个上帝嘛。好，对，不可以雕刻偶像嘛。哈，所以你们可以看20章出埃及记20章，你们可以把它写下。20章第4节到第6节。但是我们要一起来看诗篇106篇。我们来看诗篇106篇19节到21节哈。19节到20节，21节。好，他就在叙述这件事情，有没有发现？他们在何烈山造了牛犊，叩拜铸成的像，如此将他们荣耀的主换为吃草的牛的像。所以呢，忘记了上帝他们的救主，他曾在埃及行的大事，对吧？一定是忘记了嘛，对不对？才会有这种行为啊。所以我觉得这段话他写的比较清楚一些，把那个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的心境，这一段话他写的比较清楚一点。这个很有意思。这样他们吃草的牛。对，吃草。你上帝原底是一个做，对啊。这个虽然看不见，可是他的能力就已经那么的明显，带领大家经过了那个过程。可是你偏偏还要去造一个看得见的像，那就犯了很大的忌讳了。这嘛是真大的罪。好，第5节，咱再来看一寡问题。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哦，注意哦，一顶牛犊的面前筑坛，且宣告说什么？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啦。好，我一开始看到，感觉讲亚伦刚才跟我认罪悔改，感觉因为他有守节嘛，对不对？好，可是我要告诉各位这个守节他的行动我要告诉各位，他其实是亚伦，他是承认牛犊就是耶和华了。了解不？对嘛？伊要献祭嘛，在这牛犊的面前嘛，对不？第5节你有看到不？在牛犊面前筑坛。他这个地方我在想说，他只是顺着人意的意思。对。
其实它本身应该是。这句话意思我小可吼，嘿，大家小可讨论一下，这讲真正这款的意思。什么意思？你讲的意思是什么？伊讲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对，足坛对，且宣告民族要向耶和华所结。嘿，伊这咱敢袂当甲看作伊这是两码事。伊这就是讲迄落。伊嘛想要献祭。牛犊就是主坛，但是宣告耶和华。是另外一种代志，对无？另外。但是哦，我头拄有讲到，咱头拄看诗篇的迄节咯，有无？他们将荣耀的主换为吃草的牛的像啊！迄个食草的牛吼，上帝的形象敢是安尼？敢是一只牛的像？唔对吧？所以我个人感觉吼，讲，你可能会认为讲，你应该是像伫牧师一开始咧讲的。我较早嘛安尼是感觉讲，嘛袂啊，亚伦看起来嘛是，伊知影要带这以色列百姓，伫上帝面头前安怎守祭期嘛，对无？但是我感觉这个重点是安怎？作者是写讲，就在牛犊面前足坛，他为什么不说就足坛，然后怎么样？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好，咱等下看落去，咱就知啊。后壁面就有讲到啊，好，所以呢，第6节问题来啊。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我跟你讲哦，迄当时百姓因要搁袂当家己献祭啦，爱透过祭司啦。所以伫遮作者有特别讲到哦，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哦。而且后面那个动作才是他们最糟糕的地方，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跟你讲这个玩耍对伫迄当时的原文的内底，伊是含有异教徒献祭时阵是有淫乱败坏风俗的行为哦。迄不是像咱咧讲的迄种喜乐娱乐的迄种气氛哦，不是哦。所以你要想看卖哦，因起来虽然讲家己咧献祭是家己献祭哦。然后因是伫遐咧吃花宴乐哦，所以咱来知影伫这个过程第7节我们继续看下去。第7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上帝已经讲话啊，出声啦，出声讲话已经袂使啊。第8节，他们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啊，有没有？耶和华上帝也提醒摩西呢，因为做的这代志是啥？是唔对的代志，是唔对的哦。耶和华第9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啊！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那个摩西啊，这交互我，我要对因生气，要甲因灭绝。但是我要让你的后裔成为大国。”这个上帝也有特别拣选这个摩西也应许他要让他的后裔是成为大国。第11节，哇，摩西开始祷告了，求告神了。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上帝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要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灾祸给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所以摩西说：“上帝啊，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应许的这全地，我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于是，这摩西讲完这些话，14节，于是耶和华就怎么样？后悔了，不把所说的祸降与他的百姓。好，我们从这里一起来看几个很重要的东西。第8节，
你看第8节，为什么他说他们快快偏离我所吩咐的道？到底这一些百姓他们快快偏离是偏离了哪些道？咱来回顾一下之前。好，之前你若看20章是讲到啥？10条诫，对不？这敢是上帝甲伊的百姓所立的约，是不是？这个就是神所说的道了，对不对？好，第一个，第二个，你若看31节哈，31章内底有特别头前面哈，你可以翻阅看看。好，31章，出埃及记31章哈，在后半段的地方。出来记记哦，出埃及记31章哦，他立了谁？我们刚刚有讲到，我想看找无，恁看一下亚伦。哦，来第10节，31章头前无咧讲到讲，上帝讲要安怎做迄个。要安怎请遐人来做迄个啥雕刻的遐物件，对无？好但是咧第10节讲金工做的礼服和祭司亚伦有没有？并他儿子用以供祭司职分的圣衣。你看哦，上帝把这个代志安排甲足好哦。这敢是约？是啊。但是今日咱看到这个以色列百姓因犯罪，什么人带因做这牛犊的？是不是阿伦，对吧？所以这两个，他们快快的偏离我所吩咐的道。阿伦，你是做一个祭司的吼，你哪会带百姓去做一个牛犊咧？了解我的意思啊？好，这根本是偏离主的道，是。所以第一个偏离是十诫的偏离，第二个是亚伦，好，他承接这个圣旨啊，这个节啊，好，无偌久啊，竟然犯这种错误，所以吼，咱做中进吼，即嘛咧讲起吼，咱中进吼做主的工吼，爱非常细致啊，好，袂使凊彩，好所以吼，这是第8节特别提到的一个重点哈。那第11节到第13节呢，我们一起来看哈。11节到第13节，这里摩西的祷告，他讲到了哪4个重点？他讲到了4个重点，11节到13节，出来求记32章11节到13节咯，我们这回来看。摩西的代祷有4个重点。第一个，他跟上帝讲什么？上帝啊，以色列是上帝的子民呢，不是摩西，不是我的哦。所以我们在为别人祷告哦，我们会怎么说啊？好，咱就安啦，为咱的小组，为咱身躯边的人，咱讲主啊，我为这个人祈祷，这是你的百姓啦，了解我的意思无？好，迄不是你的啦，好，你茫徛伫你的角度咧看待。上帝羊群，你也徛伫主啊，这是你的百姓。摩西他讲第二个，你是费了那么大的力气救了他们呢，好像在求情，有没有？然后呢，他又说什么？如果你若改变初衷你要毁灭他们唔就拄啊，互遐埃及人笑破面，有无？那像即马最近这国民党讲咧善笑，有无？善笑伫外靠人民的呼喊。呐喊，有没有？一样的道理。如果上帝啊，如果你灭了这些人姆都要埃及人善笑。第4节啊，第四个重点，第4个代祷就是上帝向他们祖先保证，有没有？亚伯拉罕，还有谁？以撒，还有以色列，雅各，对吧？所以咱看见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讲到摩西他的代祷说，上帝啊，你阮的这以色列百姓的祖先就这个保证的呢，保证的应许呢，说要赏赐迦南地呢，你即摆改毁灭，安尼这是什么意思？摩西伊做敢讲，但是我相信一个正直的人，伊会当甲上帝安怎求讨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向主代祷祈求，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学习像摩西的这种态度。
了解我意思吗？所以为什么牧师用11节到第13节带大家来看摩西他怎么样为别人代祷，为上帝的百姓代祷？第14节，我们看第14节，于是耶和华怎么做？他有没有后悔？耶和华上帝也会后悔呢，不把所说的祸怎么样降到他的百姓后悔原文的意思叫做改变主意不是意志上的改变主意跟后悔是一样的吗？它的原文的意思后悔是咱的中文翻译。原文应该是改变主意，对。但是我在想，这个后悔这个字是用在那个，我会去思考这个问题。有的人认为上帝安尼敢若做情绪化，对不对？你会感觉气毛子好就安尼气毛子歹的是一个人讨论这个问题上帝咧做代志较为了后悔。较后悔安尼对吧？我看这嘛是可能反映对，但是我感觉我体会出来，上帝应该是上帝意思应该是表明出他的伤心忧伤的心他很迫切的忧伤的心。刚好有一个艺人像摩西安尼的人安怎？因为摩西看面像咱好朋友嘛，他像咱顶礼拜看的亚伯拉罕同款，因咧讲话咧对谈，那像朋友咧讲话安尼有无？所以看咱即马虽然咱刚刚看不到上帝，但是我觉得我们要学习我觉得我们要学习，我们在祷告当中为了一件事情代祷，我们有没有像摩西或像亚伯拉罕一样？所以这里的后悔实际上改变主意，它不是情绪的，它代表的是一种伤心。所以我们一起来看耶利米书这一段话，你就会知道上帝的性情。耶利米书第18章第5节到第11节。18章。18章第50，这是咧讲到迄窑匠，对吧？第1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嘛，有没有？说你起来来，我们去那个窑匠的家里我在那里跟你讲一些话然后呢，他就在窑匠家里就在转着那个器皿嘛然后他开始做了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个泥又做了别的样子窑匠看怎么样好呢，就怎样做上帝咧给耶利米标明讲啥？我有那个权柄对吧？然后重点来了，第5节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待你们岂不能照这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手中也就怎样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或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有没有？这里也讲不将我所想要所施行的灾祸降给他们。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灾职，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第11节，现在你要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耶和华如此说。接下来这句话很重要，我造出灾祸攻击你们，定义刑罚你们，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咱看这安有清楚有清楚足清楚的，非常清楚。上帝他有他可以改变主意的权柄，对不对？取决于什么地方？我还是一直觉得说，上帝改变主意，就是那个我们刚刚在讲对后悔还是说，我都觉得后悔好像他之前做错决定一样，对不对？他不适合，对，对。我觉得可以查考一下英文那我这一本是写回心转意。你是直接写回心转意。然后刚刚
对，那个就不是回心转意。心意本是写后悔了。这个改变初衷，另外一个在哥林多好像是写改变初衷。可是哦，你要注意一点哦，如果按照耶利米书所看的，我们可以知道清楚一点，上帝会后悔、会转变心意，是取决于什么地方？取决于他的人民啊，对吧？对吧？啊，你若做了死正，啊，上帝给你祝福啊，敢不是？啊，你若做了唔对，但是各有人给你求情，求啥？像摩西一样。所以我们现在在讲的是代祷的功课，对不对？好，什么是代祷？代祷不就是我们要为别人祝福祷告吗？让他重新在上帝的面前重新建立关系嘛，对不对？让上帝不要毁灭他嘛，对不对？好，因为一个人如果他继续在罪恶犯罪里面，他可能会忘记了他得罪了神，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代祷者，而帮助一个人的生命重新让上帝所用，对不对？好，所以我们重点先讲到这边了哈，我们继续把它看下去哈。我们继续看这个第15节，摩西转身下山哦，手里拿着2块法板，这板是2面写的，这面那面都有字，是上帝的工作，字是上帝写的，刻在板上。约书亚一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就对摩西说：“在营里有征战的声音。”好，然后呢，摩西就说：“这不是人打胜仗的声音，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我所听见的乃是人怎么样歌唱的声音，而且啊，掐花宴乐的声了哈。”摩西挨近营前，就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便发烈怒，把2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又将他们所铸的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摩西对亚伦说：“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亚伦说：“求我主不要发烈怒，这百姓专于作恶，是你知道的。他们对我说：你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我对他们说：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了我，我把金环扔在火中，这牛犊便出来了。哎，你看点下面，你看点下。我们从这里有看到什么东西？嘿，不啦，那是铸金呐，那铸金呐，吼。啊，伫遮吼，咱会当看到讲啥？他拄啊个啥？毛长老有咧讲到遮的爸阿伦为什么伊会安尼要去做？有无？我感觉吼，阿伦伊拢知啦。但是咱他拄啊咧讲的迄个啥？因为人民群众的压力啊，而让他忽略了他应该要做的判断，对不对？我们从哪里看得出来？摩西21节对亚伦说：“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你竟然使他们陷在这个罪恶里面。”亚伦说什么？求我的主人哦，你不要发烈怒哦。这百姓专于作恶，是你知道的。公家别说啊，你嘛知呀，这些人哦，都安尼拢做歹呀。你做这些的人哦，你们得推卸责任嘛，对不对？好，所以你看到他后面就讲啦，好。他们对我说啊，要怎么样怎么做啦，所以我就去做了。我跟你讲，他好像摩西在跟他讲，你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呢？他没有承认、认错。所以我感觉讲哦，咱当刚嘛同款啦。有当时有当时牧师来给咱问下，还是讲什么人咧给咱问下的时阵咱唔通为家己啥找借口啦。我觉得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会比起怎么样，会比起你在那边说明原因还要来得更好一点啦，好，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真值得学习嘿。是讲百姓吼，嘿，伊也讲你为阮做一个形象啊，百姓也无叫伊做一只，伊只是亚伦家己想出来，家想出来要做一只。这你讲你为阮做一个形象，也无讲，也无白安讲你为阮做一只。
嘛有可能伫牛对因来讲是一个真臃肿的一个动物啦，嘛是有可能啦。我是无了解为啥要做牛，想要不爱做羊啊，还是不爱做狮啊？哦，想要做牛啦，哦。但是我觉得牛犊可能对他们来讲，他们牛可能在他们的心目中，我觉得可以再去探讨看看啦，哈。啊，但是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说，其实亚伦他做了一个非常错误，而且甚至在这里他也没有认错的一个决定了，哈。好，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哈，第20节，哈，我牧师想要带大家来看20节，哈，你们觉得20节，哈，他这个处理方式，哈，这里有讲到什么？把牛犊用火焚烧，而且为什么要把它磨得粉碎，撒在水里啊，叫以色列人喝？你有想起圣经内底有一个故事，有无？民数记第5章内底有讲到一个，讲到迄个无清气的妇人人吼，啊，得爱因来食迄个啥？食迄鱼啊，啊，迄鱼啊吼，伊若食落去吼，伊若食落去有散，伊若是有犯罪，啊，伊有欺骗，迄食落去伊自然因为伊的本身的罪就会显露出来了。吼，啊，你看民数记第5章哦，这是我讲的是有可能啦，吼，这是圣经学家的查考，有可能是类似的情形，所以因会讲，好，恁既然做出这个牛犊，你就甲磨好碎去，啊，然后呢，就食落去，安尼啦，吼，啊，去处理你这个罪的问题啦，吼。嘿对，嘿，我嘛是有安尼想着，我嘛是安尼想着。嘿嘿。学咱基督徒。嘿对，嘿嘿。对。嘿，所以你得让好好去看民数记第5章，吼，内底咧讲的故事类似的情形，内底咧讲到迄个无清气的妇人人。因若犯奸淫，因要安怎做检验，就是互因啉这个物件，吼，啊啉了有当时水会静起来哦，啊其实这拢是不符合科学啦，吼，啊但是在当时候他们是这样做，所以我在查考的时候，我发现说，阿卡想那他们犯错了哈，啊摩西怎么又请他们然后把这些牛犊烧一烧磨碎哈，这是有一些这些原因哈，这是牧师稍微了解到的一些查考啦哈，啊。但是伊其实吼，我感觉磨得粉碎的意思，感觉讲你就算这个牛啊好，还是金啊好，伊其实拢是一个物质相款啦。磨伊其实拢是虚无缥缈的物件啦，吼，迄无啥物功能啦，吼啊，实际上这嘛是你会当去记得看卖看上帝，互你看到是啥物啦，吼。简单某书行公告家。好，25节到29节，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段落哈。摩西他见百姓放肆，亚伦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击刺，就站在营门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摩西说：“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使耶和华赐福你们。”哦，这段吼，其实你也认真讲起来吼，做严格。啊，你嘛感觉讲啊，卡安呢，敢若做无疼心，但是实际上。那犯了错误的代志吼，这其实有足值得咱会当来探讨的问题吼。好，伫遮吼讲到几项吼，25节到29节讲到了利未子孙他们如何忠于上帝啊，好，他们如何真的可以作为担任祭司的助手的一个重要的起源的一个发源地。好，为什么？因为在以色列百姓犯罪的时候。拜金牛犊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做 in over？ 因其实内底嘛应该嘛有啦，但是因做一项代志，因讲啥？
第几节？第27节有没有？他对他们是谁？利未的子孙呐、有没有？他对利未的子孙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这样说哦，你们每一个人就要把刀放在腰间哦，在营中去找哦，好，你们每一个人要从你们的弟兄和同伴里面，还有邻居里面，如果他犯罪的，你得要让他抬死。哦，加油哦，加油给哦。这个其实哎，这个就要，当我在看经验都跟他弟兄就两个。对。但是你在讲这个经节的时候，谁带头？亚伦啊，那亚伦怎么没有受到惩罚？我又反过来问这个问题。是。你看他对这些人的非常严厉。可是如果站在我们刚一开始有提到亚伦，他因为群众所给他的压力，我觉得上帝会不会体谅？有没有可能嘛？也是有可能啊。就好像说有人就说牧师啊，我们不要这样做了啊。牧师有些时候也会怎样，也会犯错。我们牧师就是一个祭司嘛，带领大家敬畏神嘛。可是很多牧师也会啊，因为长老给予牧师压力，对不对？那长老或者是教会的一些信徒说：“牧师，我们不想要这样啦，你就迎合我们吧。”很多牧者也是这样啊，迎合信徒啊，有没有？为什么上帝没有灭牧者？还是有也是有得罪神的地方啊。所以我是觉得啦，这个上帝的权柄啊，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过问。是，也有身不由己的地方，对不对？在那个状况之下，怎么顺服民众啊？其实这里我们可以讲到利未的子孙，他们这些人，他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们敢不敢去做大义灭亲的动作了？今天我们做神的仆人，在教会里面，当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他明明生命就是有非常大的破口跟罪恶犯罪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去跟他提醒跟告知，甚至去做教导，对不对？这嘛是有关的呀。对。是不是咱台湾拜五上拜了上严重上第一文化？我嘛是安尼讲啊。是。所以啊，你会记得无？像即马最近这个新闻媒体内面，迄个冲老师的对吧？你知影嘛？长啊老师嘛，伊本身过去伫前半段，伊还未列出这50个条案的问题的时阵，大家拢甲伊看做伊是一个领袖，足好的领袖啊，有无？10年前的太阳花的时阵，敢不是？那就是像偶像一样嘛，对不对？人民无知嘛，不懂嘛，所以我认为我最近在看阮厝里的亲人在讲说，我觉得现在的时机是让全台湾的人民啊，在上课啦，在上课啦，上政治课啦。真正咧上政治课呢，对少年人开始咧上的。你3月拜3天，绕境4月来上，但是了，你妈做，真正无唔对。你上帝会欢喜，我就唔信啊。无唔对啊，但是所以咱今日要讲的功课是啥？咱看到摩西，伊看到这个代志，伊有做处理无？有哦，摩西有去处理哦。伊面对阿伦做这个代志，伊有甲伊讲无？21讲，甲阿伦讲，这百姓你所做的代志，你该互因陷入这种罪恶内底，对无？摩西是安尼咧讲哦，是安尼咧处理哦，所以摩西伊唔若安尼做，摩西个安怎？伊个有向上帝求哦，向上帝求哦，所以咱看第30节，第30节，到了第2天，摩西对百姓说什么？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或者伊嘛唔敢讲有法度，有确定会使无啦。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什么？上帝啊，
这百姓哦犯了大罪啊，为自己做了这个金像啊。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你的圣经后边有点点点点点，有无？啊？有啊，有无？圣经后边讲迄点点点点点，有啊。你们要想到圣经有迄点点点点点。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迄跟他讲会停顿哦。意思是啥？伊嘛唔敢讲上帝，你会当赦免伊的罪啦。伊家己嘛知影上帝伊的官柄，伊有伊的主权啦。但是后边安怎？不然无安尼啦。上帝啊，无你将你这个生命册顶面甲我涂泯掉，把我涂掉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什么？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现在你去带领这些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注意哦，你别开始出话了哦。我的使者必在你面前引路，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上帝敢有要救赎因的罪，有无？同款有无？有。但是上帝有继续让摩西带因出去无？去迦南地无？有，嘛是有啦。但是因的罪敢有比下面？敢有？无啦。所以这里看到了什么？摩西他也想要代替百姓的罪，对不对？赎罪嘛。但是有吗？可以吗？没有。在圣经里面，唯一就只有谁可以？谁可以代替人民的罪？就耶稣基督了。好。最上的我在这，耶和华百姓的缘故，是因为他们对对。同亚伦做了牛犊。阿伦先说太。这你要问上帝啦，这你要问上帝，这我嘛唔知影。好，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其实摩西他这个后面他讲后面这个倘若这个后面这个点点点其实我们可以发挥一点想象力那是什么样的情境？摩西他为什么在祷告的时候，他说倘若你可以赦免他们的罪，刚是在讲，你敢不使卖给人抬死啊，对吧？有没有那种感受然后呢，你可不可以感觉到那个祷告当中有那种突然间的那种，不知道要安怎啦，那种的祈祷啦。这意思最重要就是咧讲起讲，咱在为人祈祷的时阵，有像摩西相款的那种迫切无？了解我的意思吧？那种情境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摩西他是祷告到一种地步，是愿意牺牲自己的那一种生命，有没有发现？但是你看到最后，对，还是一样没办法对吧？到最后没办法，但是我刚刚有讲到耶利米书里面所讲的，只要人愿意悔改，对不对？我们现在是因为有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可以悔改，而且上帝会回心转意的，对吗？那如果是已经有这些案例，而且圣经也这么明确的讲，那么我们何不去尝试为别人祝福祷告，对吗？所以为别人祝福祈祷代祷是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那像摩西在为着这以色列百姓，是亲像伊期待讲，连伊的命，连伊的这个生命册拢会当附上的。我们最后来看罗马书第10章，罗马书第10章1到4节。嘿，安娜。我们在这问你。第10章第1到4节。好，第10章1到4节，为什么我们需要为别人祷告？祷告是目的是做什么？这里说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上帝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怎么样得救？咱为什么要为人祈祷？就是要让人得到救啦。所以我认为传福音基督徒在讲传福音不能不谈祷告啦。不能不谈代祷了，
因为如果你说你要传福音，可是你从来没有为你的朋友、为你这个需要福音的人祷告，那你没有为他的得救祷告，那不是。好，第二节说什么？我可以证明他们向上帝是有爱心、有热心的，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啊，就怎么样，就不服上帝的意了。有没有发现？律法的总结就是谁？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所以这里讲到如果我们要顺服上帝的义，那我们就要了解，我们要得着这个义，就是要信基督。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他会成为我们生命的救赎。唯有这样，你才能够成为一个把生命交给主的人，成为一个真正顺服、真正认罪悔改的人。好，所以摩西他这个为了这一些以色列百姓付上了这个真的是用心良苦了但是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今天给我们的祷告的操练的功课，我们就是要为别人代祷，然后在那个宝座上的上帝，他得到至高的荣耀。你想看看咱都卖看，咱就没看圣经你想看卖咱今日讲的重点是啥？摩西伊将人犯罪的代志伫上帝面头前摆上，然后期待上帝能够救他的百姓。那我们呢？我们有没有类似用这样的事情？就是说，把那位上帝，他是在宝座上的主，他是真实能够救人生命的，了解我的意思不？所以咱的祈祷，那个中心点在哪里？那个中心在上帝遐。所以咱跟上帝那个关系，跟较无迄最重要啦。所以你要为一个人祈祷你跟上帝那个较无，迄非常的要紧。所以咱会让借着祈祷的中间，将迄个上帝应该有的荣耀，安怎给显明出来，回归上帝应该得的荣耀。譬如讲，咱的祈祷要为一个人祈祷伊有犯罪，咱会去想着讲伊犯什么罪无？然后伫上帝面头前讲主啊，这个代志真正不是你所意爱，我的心期待，我求你赏赐，互我有智慧，帮助这个兄弟，帮助这个姊妹，互伊唔通阁继续犯这个错误。我讲你的祈祷，你常常为着这个代志你祈祷的时候，上帝会互你下一次你遇到他的时候，你会知道怎么带他上帝就会看见我们为了要救一个人，会把福音改变的生命带到这个人生命当中。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就是说我们透过祷告要怎么回到这个上帝的主权里面所以我们看完这一篇圣经节，你有没有发现那个主权都是在上帝对吗？对对。我懂，可能没办法理解。没有办法理解会有冲突，因为我们一直在强调，我们为别人代祷，这个代祷求神来原谅我们犯的罪。但是或许那个人他刚接触信仰，他们神怎么没有？摩西已经在跟为他的子民对那个对，就是求为什么神没有给他这样子的那个我如果说我懂一个信仰。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我们都没有办法，连摩西也没办法。后面我讲的这个才是重点，我们需要靠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圣经里面在以弗所书第6章，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第6章第18节。以弗所书第6章的讲起上帝所赏赐的军装对吧？属灵穿戴全副的军装，要做什么事情？要抵挡魔鬼的计谋抵挡魔鬼的计谋，他在最后一点我不讲军装有哪些，他第6章的第18节，以弗所书第6章18节。耶稣的时期也过了，耶稣也死而复活了，唯有靠着什么？
要靠圣灵随时多方祷告和祈求，警醒不怠的为众圣徒祷告，就这么简单，了解吧？做的代志，伊会得罪上帝，这咱拢无法度通说上帝会对他有什么惩罚，对吧？好，我们都知道这个都不是我们的权柄范围内，可是我们要为别人代祷，我们要知道上帝的权柄主权在神啊，不在我们。可是上帝也把一个应许给我们，是透过耶稣基督，甚至是透过圣灵来帮助我们，对不对？我们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警醒不怠的为众圣徒祷告。好，所以这里有讲到这段话，刚好就是在整体的，穿副全副军装哦，有无？头前讲到迄什么护心镜啦，大项的遐上帝话啦，宝剑啦，有无？我问你，这些物件拢是像工具同款，但是后面他为什么特别提醒这句话？靠着圣灵，随时哦，多方祷告跟祈求哦，而且要警醒不怠的。所以哈，我认为，只要咱靠着耶稣基督，咱伫基督中间检测有一寡无道友、迷信者，因为感觉讲恁的上帝那安尼的时阵，咱就讲，我甲你讲，上帝就是上帝，因为伊是神。咱是被造物，对吧？伊会感觉讲，恁的上帝那安尼，我讲无啊，上帝嘛足听人啊。咱看是古约旧约嘛，但是新约有了耶稣啊，哦，上帝透过耶稣作为我们跟上帝中间的那个中保，为我们祷告啊，对不对？所以没有问题啊，我们的罪还是可以赦免啊，而且是透过耶稣啊，哦，对不对？可是哦，如果你不信哦，你不信耶稣哦，上帝也是会责怪哦，他会怪罪我们的罪哦。所以耶稣他为了救赎我们的罪，是你不用再付上什么代价啊，对吗？可是我们要体会神的恩典，我们要有所回应。我觉得人基督徒的生命就是我们白白的领受这份救赎的恩典，救赎的恩典。相对的，我们就要对主、对上帝有所回应。所以生命要不要改变？当然要啊，好啊，所以大致上牧师用这一段话能够跟大家来分享哈，嘿。刚刚赶快哦。10条迄个单数的左边基督，双手右边基督。会使啊，这变化嘛。足紧嘛，时间足短啊嘛，无高效的感觉，会使啊。会使啊，咱对这个摆开始长子，咱注意一下，就是讲咱请倒手边咱为135、135的代祷事项主体内容我是感觉迄固定嘛无要紧啦，上重要是因为逐礼拜咱逐个人的体会无同，看的新闻了解嘛无同，所以迄种无要紧。好，那我们一起来为几件事情代祷啦第一件事情由牧师来代祷告，就是为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能够在主的面前所犯的罪，没有忠心在上帝的道、福音的真理上面的软弱来祷告。那第二件事情，我们为教会福音的事工，福音的事工这段咱请小长乐来为教会福音的事工，咱伫信心的内底，伫合一的内底，爱有刚强壮大的心志，兄弟姊妹爱更加合一，伫福音的事工来推展。第三项是请牧长乐，咱来为着建造一个基督的团队，咱礼拜日参加这个代祷的学习真好。咱有真侪同工甲兄弟姊妹拢感觉这个代祷的工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所以咱来为着咱的信徒会当领受生命应允，生命受祝福的开始，真正蒙福的生命，真正爱透过基督啦所以这段基督请牧长了安尼有清楚好，安尼咱做伙来基督牧师先来开始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赏赐互阮会当伫上帝你的恩典中。领受上帝你白白恩典，
因为你白白恩典是要为着救赎阮的性命，为着阮来定死伫十字架顶，留你的宝血来洗净阮拿三误会的罪过。主啊，阮有真侪时阵为着家己雕刻侪无相款的偶像，无论阮所意爱看的节目，也是阮所意爱的事，却互阮离开主真远。阮无好好读经，阮嘛无好好灵修祈祷，直到互阮所需要甲魔鬼做的征战的工作，阮失落，阮袂晓得要安怎刚强壮大为主你来活。恳求上帝你帮助阮，互阮时常伫甲魔鬼撒旦无好的事，这世代中间咧做征战的中间，阮更加会当用真理来成做阮的大来腰来甲下起来，用公义会做阮生命中间的护心镜，也搁一摆将和平的福音，将做阮的鞋来穿伫阮的脚里，来行出行动的和平的生命。也恳求上帝你帮助阮，阮常常会当摕出信心的盾牌来做好的征战。求上帝你帮助阮，常常戴着救恩的头盔，互阮会当行伫头前，用上帝你的话语来做保险，互阮所做所应对的事，拢会当一尽来行通。求上帝你圣神甲阮三甲同在，带领阮的信徒三甲伫上帝你的话语中，做伙来经历上帝你所带领的教会。阮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免。上帝，我感谢你，当你的教会设立做事工的时阵，主阮知影。主阮知影，上时魔鬼也是伫攻击。是。主啊，阮知影，阮的亏了实在有限。是啦。伫事工的顶面，主啊，阮要恳求你帮助阮，伫阮信心无够、亏了不够的时阵，主你是阮上好的帮助。阿免。因为阮知影，阮亏了是对你遐来，阮教会事工无伫细囝、天王大师，也是伫阮的小组，就是伫阮的青年。主啊，遮个是阮个人，也是阮个有较重要的是救人免费，就是伫即个社区要做一个事工。主啊，阮知影，虽然阮的教的人少，阮的做工的人嘛少，但是天父上帝，求你时常来提醒阮，阮受惊调，正做你的经历，阮真正是会时常来反省。主你爱阮做的工是啥物？主你爱阮做的是会当救人的免费，对人的祝福。主啊，阮求你帮助阮，阮伫每一个的即个三教的方口内底，阮拢爱受到上帝你来为阮来为阮来做伫阮的心，伫阮的无够了的时阵，主啊，求你来修正阮，无含到伫魔鬼对阮的攻击起来里面来绊倒，互人看见阮的信心无够，这是阮伫你面前感觉足见笑的事。主啊，阮求你帮助阮，伫每一届做的事内底，阮拢爱有以上帝伊的。阮会当做合你的心意来计划来做。主啊，阮知影伫音乐面这方面，主啊，阮刚开始，阮知影阮会拄着挑战，伫必成伊对这项的事工顶面伊佫无经验。阮知影这爱阮的兄弟姊妹来鼓励伊信心无够的时阵，主啊，你做伊的帮助。阮看伊的心有失落这种艰苦，感觉做了无够了。但是透过了兄弟姊妹牧师家鼓励，互伊感觉真温暖。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知影伫信仰的顶面要徛在，有需要你，互阮有够遐的信心，就是阮家己的圣经，阮爱时常伫你面前来认罪，阮爱时常伫你面前来求讨，阮无够遐的所在，你来帮助阮，阮伫你的修正，伫你立你的内底会当成长，会当。时刻来吸收你互阮的养分，阮会当来成做上帝你的精兵。天父上帝，你帮助阮的教会，大桥教会这个所在徛起已经有3-4天，即要挖进东桥这个区域，才有学生会群。但是阮知影，阮看去，阮佫做无够了，因为人佫真少伫阮内底。天父上帝，透过着阮的活动，阮有够了开了。会当伫细囝顶面，阮来培养阮的教会所欠缺的，就是青少年。天父上帝，你来
补足阮的欠亏，阿门。我这个年龄层不要断层，求天父上帝来引出，我呢献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因为从阮尊严的是，从阮每一天的生活中，是阮要家己给阮几来是爱天父上帝的祈祷，阿门。因为几来是对你来，阿门。是阮每一个人的生活，拢每一个人拢就向生活，拢建立一个伫倒生活，阿门。倒团队，人来排倒，帮助帮阮会当安怎样学习就是祈祷，是。阮知影，阮是向起码对这个祈祷，这个感觉非常的困难，但是阮知影，阮若无当学习祈祷，安怎祈祷，讲祈祷上帝，阮要抬倒的时光是非常有限，阮每一个向起码，无论是啥物时阵，还是私底下，拢会当天父上帝来祈祷，阮每一个向起码所欠缺来祈祷，愿主同在阮，祈祷让咱来祈祷，阮若祈祷，若有气力，阮若祈祷，来甲对上帝来当建立一个更较亲密的关系，阮会当伫生活中用祈祷，诚做阮气力来拍走头前的道路，阮知影，阮若无祈祷，阮就无气力，阮若祈祷，阮就有气力，愿是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当中，拢会当时时有人祈祷阮每一个人靠着祈祷，拢会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得到天父的祝福，互教会得到祝福，阮信仰百姓人得到祝福，就阮即摆现在我为着新疆领的这个祈祷，求主你通过即届手术，会当完全得到对你来预备，即届手术了后，会当互有真有好的手来过来服侍你，互伊这个目手当得到完全的改善，互跑走头前人生的道路是所做的工，拢会当得到更较丰盛，愿主你帮助你，阿门。祝福伊，互伊头前的道路，这种目手拢会当愈来愈健康，感谢主的恩典，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很高兴在每周三的晚上，我们同一时间8点到9点，我们同一时间一起来学习如何学习代祷的工作。愿主赐福大家，愿你平安。